阿旭啊，你也知道，咱们剧院今年很艰难，营业额再上不去，别说租金，可能连员工工资都发不出来。就指望着之前谈好的那个戏曲班社签了演出协议，开几场戏，拉点人气回本，先把这关撑过去，才有資本談接下來的事。陳哥你放心啦，合同呢邊由我推進，唔會耽誤劇院接落嚟同各位老細嘅合作。你辦事我肯定放心的。哎，現在風大雨大，這破路堵得糟心，還不知道多久能把你送過去。是我的手機，怎麼感覺鈴聲在我座位底下？阿旭啊，你幫我接，開免提，看看是誰。大佬，这边多久能够旭姐到场啊？我可带着人在外面一直傻等。旭姐再不到场，我就做主签合同了啊！催，我们长翅膀飞过去就得了。外面风大雨大，堵在路上挪不动。戏曲社的人怎么说？他嘛，沈大佬你是知道我的，哥哥姐姐不到场，我怎么敢上楼？还在楼下站着呢。哎，我能指望你干什麼事兒？小林，你先帶人上去啦，我啲事補恰到唔到啊。嗰份合同我帶住你過咗3遍，各項條款你都清楚噶，你冇問題噶。旭姐，這可是你說的啊？那我真的帶人上去了？記住我同你講嘅嘢啊，該俾嘅誠意唔可以少噶。如果想你簽下嘅話，要求隨你提。還是旭姐寵壞，那我先掛了，等我好消息吧。阿旭，你當真放心他？佢唔蠢，好醒目噶。咁多年喺我哋身邊都學咗唔少嘢啦。陳哥，你應該學識放手啦，要相信佢唔會令人失望噶。車流開始喐啦，走啦，陳哥，早啲送我過去。阿旭，我就送你到這裡了。王老闆那邊在等着我過去。小林和演出協議都拜託你了。放心去啦，今晚我哋一定馬到成功，順順利利。借你吉言，加油，阿旭。你嚟啦，馬上我哋就可以見面啦。哎呀，稀客啊！呢個唔係沈大自作人咩？呢種天氣嚟呢度做咩啊？唔喺劇園好好做嘢，唔通係嚟搵我傾偈嘅？阮小姐，我同你應該算唔上係熟人關係啩？好啦好啦，玩笑都唔可以開啊！冇攀越呢層關係喺度，我確實同你都唔識噶。所以呢，你嚟呢度做咩啊？得閒去我哋嗰度坐下。下次啦，阮小姐，我呢家有正事要做，可能冇辦法陪你啊。好啦，咁祝你辦事順利咯。我都去做下頭髮。
阮小姐，誒，沈大製作人，你唔係話有正事要做嘅咩？點解又返嚟揾我啦？我對呢個入口唔熟，冇辦法揾到上行嘅電梯，所以想麻煩你話俾我知電梯喺邊度。係啊，指路啫嘛，使唔使咁客氣啊？嗱，電梯呢就係8棟9棟之間嘅巷道3處，你上外面呢條路過去就得噶啦。阮小姐，如果我識得路嘅話，就唔會過嚟麻煩你啦。哎呀，你睇我唔記得晒喎。哎呀，但係我呢家做緊頭髮啊，我行唔開啊。做完頭髮呢，我仲需要去攞藥啊。你睇你願唔願意等我陣啊？我嘅時間真係唔係幾夠，但係我明白你嘅意思啦。你想讓我幫你攞藥係咪啊？哎呀，你咁直接講出嚟，我就算把面皮再厚都有啲難為情啦。活綠油呢，同埋調理身體嘅中藥汁，就呢2樣嘢啦。我同隔籬診所嘅人好熟噶，你直接開門入去就得噶啦。遇到人呢，就報我嘅名，話係幫我攞藥噶。咁就麻煩你啦，臭嘴小姐。好，希望你履行諾言，帶我去電梯口，阮小姐。哎呀，梗係啦，戲劇社大家都知道噶，我不嬲呢，說到做到噶。哎呀，放心啦。哦，臭咗呀！洗手間嘅下水口地漏俾啲細路仔玩唔見咗啊！你要小心，唔好將啲嘢呢掉落去啊！係咪啊？你有咩嘢掉落去啦？唔好怪我冇提醒你喎。知道啦，多謝提醒。阮小姐，你需要俾我診所嘅鎖匙，我先至可以開門幫你攞藥。吓？鎖匙啊？我身上都冇診所鎖匙噶，佢哋鎖匙點解會俾我攞住呢？佢哋診所嘅備用鎖匙呢，一般都放喺門邊嘅信箱入面噶。
學徒如果係唔記得攞鎖匙嘅話，就開信箱攞備用噶。哎呀，呢度街坊之間關係都好好噶，係大家嘢都你借我，我借佢。哎呀，早就放喺一齊噶啦，話唔定呢，你仲可以喺呢度揾到啲枕數嘅嘢呢。阮小姐，下次講嘢嘅話，有咩信息一口氣講完晒啦，冇嘥彼此時間啊！哎呀，好啦，你冇嬲啦。以後呢，我肯定揀重點講。哎呀，我嘅頭髮好快就電好噶啦。抽咗小姐，快啲幫我攞藥，我哋都可以快啲去電梯口啦。唔好意思，入面有冇人㗎？有人拿西药或者药油的话，请自便。抓中药材或者熬药汤下来叫我。另外，我还没出师，看病得等师傅回来。好，我知道啦。阮小姐，活路由我攞嚟啦，係咪你平時用嘅嗰款啊？係啊係啊，抽咗小姐點知我一直用緊呢個牌嘅藥油啊？哦，係咪彭如同你講過啊？咦，你哋係咁好嘅朋友啊嘛，肯定咩都同你講噶啦。唉。你唔知呢家後生仔上往上走嘅衝勁有幾咁猛啊！我阿腰傷又唔係巔峰期啦，就只可以多花啲時間喺調養身體上啦。喺聚光燈下生活咗咁耐，真係好驚俾人頂替。如果有一日嗰啲光唔再做住我啦，我應該點算啊？我唔想發生咁嘅事情，幾可怕。我想打斷下，依家唔係傾微雷攝嘅時機啊！阮小姐，你需要俾藥方我，攞藥需要藥方，好似唔記得呢個喎。哎呀，唔好意思啊，我真係唔記得俾你啦。咁我嗰啲中藥汁呢，都要拜託你取返嚟啦。
真係好多謝你啊，秋菜小姐。你好，仲喺度嗎？我嚟幫阮晴安攞藥。我返嚟啦，有冇掛住我啊？我哋好似好耐都冇見面啦。仲真係被麗人要令東喊出嚟噶。我已經耽誤咗好多時間啦，可唔可以請你將阮晴安嘅中藥汁俾我啊？我係嚟幫佢攞藥噶。阮小姐的藥之前都是師傅負責的，我不知道需要哪幾味藥，克重多少。小姐，你得把師傅給她開的藥方給我。我很抱歉，小姐，有幾味藥材不夠了，熬藥得耽誤一會兒，但我同時還得守着幾個藥爐，不能離開，所以得麻煩你了。缺的藥材我寫給你，你去藥櫃裡每樣抓一點，宜多不宜少，我會稱出需要的克重的，所以你在抓的時候就不用擔心分量。另外還要麻煩你幫忙把探針放回牙椅位置，要是讓師傅知道我又亂放東西，肯定會挨罵的，拜託你了，請你幫幫忙。好。是這些藥材沒錯，小姐，你再稍等一下，我去煎藥，待會兒給您裝袋好。小姐，這裡是阮小姐的藥，你要提醒她不能再受驚嚇了，她現在的身體狀況不太好，需要靜養。呢種醫囑呢，我認為都係醫生親自同佢講更加好啦。唔該你啦，由我攞咗啦。既然仲有時間等我嘅話，咁我認為你應該自己去攞藥，而唔係企喺我面無所事事啊。另外，你嘅頭髮就咁啊？哎呀，我都係啱啱先至做好噶嘛，先至準備去揾你啊！你就出嚟啦！頭上呢啲呢，我蛋就擦噶啦，肯定會最形象啊嘛。頭先聽人講你身體唔好，心臟啊，老毛病啦，飲藥慢慢調理咯。呢家枕水嘅藥效果好好噶，
我同吳醫師呢關係都好，呢家呢大家都會喺呢度攞藥調理身體。我呢家氣場內啦，把喉嚨都唔好啦，再加埋腰傷啊！哎呀，真係越嚟越冇同年輕人爭嘅資本啦。呢家護校嘅藥我都唔敢停。之前呢，彭月都嚟揾過我要護校藥飲，話自己呢都要保護把聲。哎呀，佢嗰把聲咁好，邊度需要飲呢啲嘢啊？哎呀，佢呀唔使爭，都可以往上走噶啦。好啦，得啦，阮小姐，企喺呢度傾偈真係冇必要啊！你需要嘅藥我幫你攞到啦，依家請帶我去電梯口啦。唉，臭嘴小姐，點解你唔可以同彭月一樣，就算唔中意講嘢，都預聽我講完？唉，咁走啦。啊，需唔需要我幫手推你啊？多謝你嘅好意，但我唔需要啊。多謝你帶我過嚟，冇你帶路嘅話，我可能真係搵唔到呢度嘅電梯啊！哎呀，使唔使咁客氣啊？不過呢，呢台電梯啊，同呢度嘅樓一樣老啊，好少有人坐噶。你確定冇問題嘅咩？中就下啦，我咁冇辦法走樓梯噶嘛。阮小姐，路已經帶到啦，就唔麻煩你啦。你有事可以先去忙。我冇事啊，我都要上樓啊。哎呀，就陪你一齊坐電梯啦。谁啊？这大晚上有什么事儿啊？你好，打攪啦，我想搭旁邊嘅電梯上樓，但係拉閘門受住啦，我可唔可以借用一下食用油做潤滑劑啊？可以借你用，用了記得還回來。好，多謝你。睇咩啊？咁專注。老鼠啊？臭仔，你對老鼠感興趣啊？啊？你諗多咗，只係睇到佢拉緊食剩低嘅銅錢啊！哎呀，呢啲紅眼老鼠呢，識咬人噶，最好冇嘢佢哋啊！之前呢，係極社入咗老鼠啊，我哋都係敲鑼打鼓將佢哋嚇走噶。誒，咁嘅說法，點解咁喜慶嘅？阮小姐，呢度嘅門拉唔開啊！哎呀，呢個鐵門梗係銹啦，用油潤下就拉得開啦。呢度嘅住戶搭電梯之前仲要幫忙搽一遍潤滑油。咁你只能入鄉隨俗咯。點解你哋會選擇將戲劇社開喺咁嘅破樓入面啊？呢度甚至乎連電梯掣都唔全啊！如果我哋有錢租得起似你哋咁嘅劇院，邊個仲會選擇喺呢度同老鼠一齊生活噶？二樓？你要去二樓啊？
係咪係嗰間粵劇工作室啊？呢個同你應該冇關係啩，阮小姐。我記得之前同劇院傾合作嘅係我哋啩，點解你哋點解最後選擇佢哋啊？論資歷、演員，明明都係我哋更加好啊！唔通係因為宮鵬宇？因為佢輕生，所以你哋放棄我哋啦？阮晴安，請唔要胡亂估嘢。於公做出咩決定都係多方共同商議過嘅。於是，我呢家唔仲同你傾佢嘅事情。佢係咩人，我比你更加清楚。佢就算受到傷害都唔會選擇輕生，就算斷咗隻腳，佢都係諗住仲有一日仲會重回舞台啊！所以佢嘅墜樓另有隱情，一定發生咗咩超出我預料之外嘅事。好，就算我多嘴啦，但有冇人話過你其實係個好虛偽嘅人啊？平時都唔見你同佢有咩聯繫，人走咗，都開始緬懷啦。希望上去之後，我哋可以即刻分道揚鑣。喂，旭姐。小林啊，合作點啦？推進順唔順利啊？我呢家喺工作室外面，但係入面好似冇人喺度喎。你哋已經離開咗咩？放心吧，旭姐，有我出馬，當然一切順利。我跟他們聊得很好，王哥還說請客帶我們出去喝酒呢。又出去玩？你等住先啊！合同呢？簽好未啊？肯定啊，一式兩份。但我們要出去玩嘛，所以2份都先暫時放到他們工作室裏了，準備喝完酒再拿回劇院。不過既然旭姐你來了，就不用等我回來了，合同就放在文件櫃裏，你帶回去也是一樣的嘛，大佬肯定更放心。咁我開門入去啦，你記得同佢哋打聲招呼啊！仲有，唔准就醉醺醺的返去啊！點解愁眉苦臉啊？合作唔成啊？哎呀，如我講啦，不如再重新考慮下我哋嘅合作誠意呢，實打實噶。你點解仲跟住我啊？哇，咁黑口黑面啊！哎呀，跟住你唔通用你吊肺藥啊？我無聊啊嘛，就跟住你咯，跟住你有意思啊？隨你啦。你刚听到动静没？楼下来了辆救护车，又拉走了一个，听说是心脏病犯了，也不知道救不救得回来。啊，又来，这是这个月第几个了？咱们这栋楼会不会风水有问题啊？哎呀，1周前跳楼的那个，现在都搞得这片区域阴气森森的。我有个朋友不在我们这栋，都说看到鬼了。你说说，这怨气有多大？就跟影片里演的那种见人就要复仇的怨鬼一样。那个人没准就是被吓出心脏病的。
可不是嘛，现在都没几个人敢下楼打麻将了，都嫌晦气。算算时间，今天还是头七，他不会回来吧？哎呀，吓死人了！哎，快别说了，快点攒钱，我们得从这儿搬出去。快走快走，今晚上不能在这待了，去住酒店。做咩啊？表情好似見到鬼咁。哦，唔通你被頭先嗰兩隻膽小鬼講嘅嘢嚇親啊？我好似睇到佢返嚟啦。咩啊？你好似佢哋咁睇到啦？你睇到啦？你都睇到啦？佢唔通真嘅返嚟啦？阮小姐，你一直係咁容易受驚嘅咩？話唔定係我睇錯咗呢。樓下診所嘅醫生同我轉告你呢家嘅身體狀況非常之唔好，所以靜養唔去受驚噶。萬一你喺我身邊出事，事情會變得好麻煩噶。冇關係，冇關係，我唞下就得噶啦。佢哋嘅工作室同我哋嘅都冇得比啊！你哋就中意咁嘅戲劇社啊？你好，您是哪位？係我啊，小蘭。我部手機冇晒信號，所以借咗佢哋嘅固定電話。頭先唔記得問你啦，簽好份合同放喺邊度啦？哦，是旭姐啊，合同就放在文件櫃裏，白色的文件夾是我們那一份。好，就咁啦，記得早啲返去啊。大佬，对面的夜都会开业了，11:50开始就可以玩通宵了。不如找个时间叫上大家一起去玩啊！累了那么久，该放鬆放鬆啦。對面開燈啦，睇嚟開門噶啦。秋在小姐有冇去俱樂部玩過啊？喂，你點解唔睬我啊？當我空氣啊？哎呀，秋在小姐啊，你自從入嚟呢度呢，就變得好容易放空啊。
你唔方便攞呢份文件夾嘅話，需唔需要我帶路啊？阮小姐，我衷心提醒你，等陣唔管睇到咩都請你調整好狀態。我突然間喺我身邊發病啊，不然被嚇出心臟病，然之後被救護車拉走嘅人就係你啦。臭在，你真係識開呢種難聽嘅玩笑啊！我要離開呢度啦，你唔好再跟住我啦。你咁嘅行為真係好得人憎，我哋之間應該有啲邊界。咁我送下你啦，萬一我哋入嚟嗰條巷子從外面被人鎖埋，我仲可以帶你往其他路離開啊嘛。唔勞你費心啦。